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适三大指数小幅收涨，早盘一度跳水但是指数午后是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报3388.8点，涨0.4%深成指报10175点，涨0.24%，创业板指数涨0.23%，沪指涨了0.04%，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超过3400只上涨的个股只有1700只这大部分都在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量不到1.2万亿比昨天又是缩量，指数微涨，但是大部分股票的下跌。那么是什么情况？大家恐怕也心里有数那就是关键的时候这个银行股又立新功6月18日，银行股盘中逆势走强这银行股又来救主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成都银行再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江苏银行跟涨。这个银行股已经拉冒烟了胆儿大的、胆儿肥的往里冲只要散户不进这个银行股永远涨。等到散户往里进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茅台吧，对吧？当年茅台也是这些基金这些什么国家队扎堆往茅台里进。现在呢，这个中信建投他说A 股市场中枢有望逐渐上移。6月17日，中信建投证券2025年中期资本市场投资峰会拉开帷幕。会议以开新局、赢未来为主题，与会专家对宏观经济走势、A 股市场及大类资产配置进行了前瞻。会上，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金建华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今年以来，全球政经格局加速重构，中国经济在转型攻坚中展现出强大韧性，资本市场生态持续优化。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正在改变着国内外对中国核心竞争力、经济前景和资产定价的认知，以科技创新引领消费提振和内需扩张在持续升级，财政发力、投资于人等政策加力铺开，经济和市场的信心稳步走强， A 股市场中枢有望逐渐上移。现在这个市场走的上不去，下有人拖着不让它下，这些机构都已经傻了，专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不会好好说话A 股市场中枢有望逐渐上移，那跟散户赚钱有什么关系呢？金融消费者想在里面赚钱，你就告诉金融消费者今年下半年能不能赚到钱，你扯什么市场中枢什么意思只要有这个银行股在市场中枢有望逐渐上移，那是人为操控的，跟你扯的一大堆什么产业升级、什么科技引领创新、消费提振有什么关系这个市场有人操纵。大和财联方报道说一个月7家河南公司冲刺上市，河南资本市场迎来大爆发。短短1个月内，河南7家公司密集冲刺上市，或启动 IPO， 或完成辅导，或提交上市申请文件，掀起一股强劲的预企上市潮。7家拟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多点开花，覆盖汽车零部件、食品餐饮、高端制造、矿业资源等多个领域，且多为细分市场龙头。这个金融消费者有福了一个月河南就有7家公司要上市，都要仰仗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做贡献了，一个月就有7家。这个高瓴资本刚刚发布公告，6月份减持隆基绿能不超过3789万股。根据这个估计它测算它减持价格应该在15块左右。这个高瓴资本在隆基绿能上面裤衩子都赔掉了。2020年12月，高瓴当时是以70元每股的价格参与了隆基的增发，花了158亿元拿下5.5%的股份，当时的价格是70，你现在减持价是15，5年时间亏掉了80%，浮亏100亿高瓴资本5年在这个隆基绿能上面亏80%，也是让人心惊肉跳这样的市场，散户怎么能赚到钱呢？连这样的资本大鳄进来都得交学费这不是交学费这简直是疯狂输血我们再看这个北京日报报道说，
6月1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证监会将依法从严监管，严惩违法输送利益以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坚决防止浑水摸鱼，切实保护好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个吴清表示近期将加快落实2025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揽子重点举措，包括发布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方案，进一步优化准入管理、投资运作等安排。也就是严监管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抓那些小虾米、小鱼小虾有什么用呢？每个上市公司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能不能把这个神仙给法办了？中国经营报报道说保荐项目涉财务造假，五矿证券声明先行赔付。近日，由五矿证券保荐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广道数字被深圳证监局查明涉嫌存在财务造假，造假时间持续6年半，与广道数字公开发行文件财务报告期及持续督导期基本重叠。有专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广道数字的保荐人，五矿证券未发现其造假行为，反而出具了发行保荐书，很难证明保荐工作足够勤勉尽责，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五矿证券已连发3道声明，拟对投资者进行先行赔付。自2024年起，五矿证券连续撤回5单 IPO， 无一家企业过会和发行，这也使得五矿证券2024年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50%。不仅如此，自2024年12月以来，五矿证券接连被新疆证监局、证监会、深交所采取监管措施。专业人士分析出现上述问题与管理层不够稳定有关。此前7年时间里，五矿证券已经历了4次董事长更迭。这个五矿证券应该是中国五矿的下属企业也属于央企不过这个五矿证券先行赔付。五矿证券既然是央企那他赔的钱不好意思那就是大头的钱呢。你看这个财务造假、欺诈上市，赢了是个别人盆满钵满，个别人财富自由，大股东、相关利益人等被发现、被处理了，大头出钱，财富就是这么浪费掉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热衷搞集体热衷对吧？把财富集中到大头那儿，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受监管，因为这样就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财富的这个支配权。我们再看看这个黄金，今天媒体报道说专家称黄金比比特币价格取决于接盘侠，也就是黄金的价格不好估算不好预测，它的价格高低完全取决于接盘侠愿意出多少钱。在2025中国企业出海高峰论坛，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实践教授、美联储原高级经济学家胡杰对凤凰网财经指出，黄金、艺术品和比特币等非现金产出资产的价格完全依赖市场预期和接盘侠逻辑，唯一的变现途径就是卖出去。因此，下一个接盘侠愿意以什么价格来接盘很重要。大家看视频对于没有现金产出的这种资产，黄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别的。那么像包括艺术品包括这个比特币这些，那么这些资产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取决于下一个接盘侠在哪里。因为这个你一个人买了之后，你唯一的变现途径就是卖出去那么因此就是下一个接盘侠在什么地方，他愿意以什么价格来接盘，这个就是决定了现在有多少人愿意以什么价格去买它。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以黄金为例你把钱换成黄金，问题来了你是换成实物的还是换成什么？如果是实物黄金，你得保证它的纯度，对吧？你得有地方存放，得注意安全呢。此地无银300两就是这么来的，对吧？你的保管的还要花钱，有费用，最后这玩意它也不能产出这个收益，最后是卖出去。如果价格高了你就赚点钱，如果价格跌了呢你还赔钱。最后一卖的时候发现它有杂质，不是签租金，对吧？等等问题非常多黄金当这个消费品装饰，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是也有这个专家说没有一个中国大妈被黄金套住，这是前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说的啊，他说黄金长期持有之后是不会套住人的。他以2016年中国大妈炒黄金为例，即便短期从1300美元每盎司跌至1100美元每盎司，当时很多人说中国大妈被套了，10年后再看，没有一个中国大妈被套住。这个专家说的很好啊，这叫幸存者偏差呀。被深套的大妈早就割肉了，大妈能拿到现在吗？拿10年。这些专家说话的基本不过脑子啊，说的都是理想状态，都属于事后诸葛亮。你现在看啊，黄金涨了，对吧？这属于上帝视角啊。大妈在2016年拿着钱进去炒黄金，黄金下跌跌了2年，大妈早就割肉了。我们有一个误区啊，总认为投资啊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个人啊都会投资，完了之后你不就买进卖出嘛，低买高卖嘛，不就这点事儿？人人都会，以为会买菜，对吧？会去商场买东西啊，然后再会卖东西，完了你就会投资。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是不适合投资啊，这是一个误解啊，误区。胡锡进老师啊就是其中之一啊。胡锡进老师适合投资吗？对吧？他在兴冲冲的在河北啊大厂买的房子早就膝盖涨了，好在胡锡进老师啊家底厚啊扛得住。胡锡进老师啊70万买股票，只要他买的不是银行股，他大概率现在是在坐电梯啊，在这个盈利、微利和这个回本的路上啊来回切换。最近啊这个以色列对伊朗啊实施了打击，这个也让胡锡进老师啊操碎了心，牵动着胡锡进老师的心啊，因为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很有可能又要少一个啊。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已经不多了啊。胡锡进老师今天啊，他说特朗普公开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美以对这场战争的目的已经升级，他们从打击伊朗核设施、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转为试图颠覆伊朗现政权，或者迫使伊朗彻底改变目前的反美反以路线，叙利亚化。胡锡进老师啊，还为伊朗打抱不平啊。他说，伊朗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但从昨天到今天，伊朗政权展现的却是更加强硬的态度。哈梅内伊今晨发布声明，必须强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永远不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妥协。周五刚上任的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拉维表示啊，迄今为止，伊朗展开的行动只是出于威慑目的，警告性打击，真正惩罚性打击行动将在近期展开。不过该说不说啊，这个穆拉维啊恐怕也进入倒计时了啊，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武装部队的这个首脑的这个时间呢都干不长啊，都是以天算，扛过了4天呢都算他赚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则表示，伊朗将战斗到最后一刻。胡锡进老师接着说啊，他说形势对伊朗高度不利，伊朗国内显然出了很多叛徒，为摩萨德提供关键情报，使以色列能够准确掌握伊朗军政领导人的行踪，以军的定点清除一再得手。伊朗目前困境很大程度上有它自身的原因，外部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经济畸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内部环境、内部矛盾暗流涌动。说现在是考验伊朗整个国家的时候，包括这个国家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面对外部的野蛮侵犯，这个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敌，处死一搏？胡锡进老师真是为伊朗操碎了心呐！你让伊朗的那些乞丐，他们跟乞丐差不多啊，去保卫那些教士集团是吗？你让那些政府军平时这个地位非常低的去保护那个党卫军是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们就是党卫军。胡锡进老师对中国的历史恐怕看的也比较少。虽然他学的是文科虽然他是搞宣传的，但是他不知道以史为鉴呢。明朝末年，对吧？这个满清入关，一共才多少人呢？明朝有多少人呢？那为什么明朝的老百姓呢不抵抗呢？对吧？明末清初的那个大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人家特地说了，这个天下不是政权，这个天下是道。对吧？政权的兴亡那是你皇帝的事情，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这胡锡进老师居然坐在这个几千里之外，盼着这个伊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御敌，殊死一搏，这就属于洗脑，把自己都洗得信了。就是你骗别人，骗的这个用情至深让自己深信不疑，这确实也让人这个哭笑不得这胡锡进老师又出主意
他说只要伊朗能够顶住美以最初几波的狂轰滥炸，它有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能够形成战略回旋。美以的空袭，除非刺激伊朗发生颜色革命，否则无法颠覆伊朗政权。即便他们杀死哈梅内伊，也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够政治上颠覆伊朗。另外，伊朗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导弹攻击以色列的能力，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以色列国土狭小，无战略纵深，几波轰炸成功就可能动摇以色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最后，胡锡进老师就说啊，但形势总的来说对伊朗非常危险。德黑兰市民已经纷纷外逃，城市几乎变成了空城，指着这个伊朗老百姓去这个共同御敌。出死一搏，这简直是笑话。这老百姓这个牌子恐怕就做好了，欢迎对吧？谁谁谁入城对吧？这牌子都做好了，准备随时要亮出来。胡锦老师说啊，到了这个时候，民众真实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了伊朗政权的最后支撑。伊朗之前没有做进行艰苦战争的政治动员，人民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他们是否愿意跟着哈梅内伊政权同仇敌忾，不畏牺牲，将是一个问号。梅姨就是冲着这个问号气势汹汹的来的。我觉得胡锦老师啊，他不仅对吧，他不怎么看历史。他自己本人啊，经历他也没什么长进，为什么呢？因为胡锦老师当年啊，伊拉克战场报道他也去了，他在《环球时报》发表个伊拉克的这个战场报道，萨达姆啊，这个20多年了，对不对？快30年。那个时候胡锦老师刚毕业，对吧？年轻气盛，你说他不懂这个还可以理解，也就是说他经历过伊拉克战争，他现在还看不明白伊朗，那这说明他30年没有进步啊。30年一件事情都看不明白。我们的专家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那专家天天在那个电视台分析啊，这个伊拉克人民啊在准备地道战，伊拉克人民啊准备在这个路上埋地雷。最后那个伊拉克100万这个共和国卫队啊突然不见了，有专家就说了，他们已经化整为零了，脱下军装打游击去了，直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共和国卫队100多万人去哪儿了，简直成了个谜啊！在伊拉克也没发现什么地道。你就说伊朗吧，对吧？这个我看也有专家说伊朗啊，只要以色列敢动手，伊朗半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以色列灭了。结果现在啊，第5天过去了，还没有把以色列灭掉。结果以色列人的飞机啊，天天在德黑兰上空，想炸哪儿炸哪儿，对吧？专家你倒是出个主意啊，让伊朗赶紧把以色列半小时灭掉啊！哈梅内伊现在把能打通的电话都打了。啊，希望他们去劝一下特朗普，让特朗普给以色列施压，不要炸了。说好了对吧？象征意义的报复一下就完了，这事就结束了。结果这个以色列没完没了的炸，谁受得了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对吧？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这些专家包括胡锦老师，他就视而不见，不知道他为什么啊，他那么顽固啊。去年年底对吧？叙利亚这个巴沙尔政权几天之内垮台啊！这个朱拉尼他们骑这个摩托车，背这个冲锋枪就往首都冲啊！巴沙尔的政府军纷纷交械投降，这叫不得民心呐，对吧？你这个政权是寄生虫，是毒瘤，是这个吸附在老百姓身上这个吸血虫，谁还会帮你啊？这和明末那个道理不是一模一样吗？所以很多人老说，哎，这个满清啊，这13万人居然从北打到南，横扫中国，居然没人反抗，为什么要反抗？所以胡锡进老师啊，他作为亲自就是伊拉克战争亲历者，亲自去报道的，到现在他虽然退休了啊，伊朗这个他还整不明白咋回事，还在那异想天开，琢磨着伊朗人民啊在那儿殊死抵抗。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啊，对吧？一宣告让德黑兰的那些老百姓赶紧撤离，那德黑兰的老百姓马上就撤了。这个伊朗的教士集团，对吧？这神棍政权，这些共和国卫队，这5大家族等等。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伊朗人民水深火热之中啊？现在要玩命了，指望着这些人上，怎么可能呢？我看有人啊，他转不过弯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认为该谴责，因为俄罗斯啊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个要谴责，他能理解。他就认为同理啊，以色列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也是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打击，这也属于侵略，那么也应该谴责以色列。也就是说，你要是支持乌克兰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也应该是支持伊朗的，这个就属于啊自己概念搞不清楚，对吧？自己就好好比较一下伊朗和乌克兰的区别，俄罗斯和伊朗和那个以色列的区别，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表面是以色列先打击伊朗，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好像是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手段也不一样。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借口啊，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啊，这个危及到俄罗斯的安全。但这个安全它有很多假设的前提啊。首先第一个，你乌克兰真的能加入北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加入了北约，那北约到了俄罗斯边境，那还得跟俄罗斯打仗，才能说所谓的啊，就是北约的悍然出兵侵略俄罗斯，那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这个威胁。这前面还有这么一系列的动作呢。更重要的是啊，乌克兰当年啊放弃核武器，布达佩斯备忘录，那可是普京签的协议啊，不是普京，就是俄罗斯签的，对吧？要保护乌克兰，俄罗斯是撕毁协议。而这个伊朗是在搞核武器啊，这是全世界都不同意的，连俄罗斯都不支持他搞核武器啊，都不敢公开支持吧。连胡锡进老师都认为伊朗不应该搞核武器。第二个，伊朗他已经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的，他已经在搞恐怖活动啊。他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是干什么吃的？大家不知道吗？中东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哈马斯、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甚至叙利亚，哪个地方没有伊朗人的身影？伊朗是真正的在搞革命输出啊，搞恐怖活动啊，他不是说是个构思啊，他是已经在付诸行动。这个时候，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不光是说对以色列，对全世界都是个威胁，非穆斯林国家是个威胁，即便是那些穆斯林国家逊尼派的，也是等着啊灭顶之灾。所以把这个伊朗挨揍啊和乌克兰遭到侵略啊相提并论的，你这个分析能力是非常差。我们退一步说啊，俄罗斯对乌克兰那只是怀疑他要干坏事，怀疑他要对俄罗斯不利，你充其量是这样。但是伊朗对以色列来说呢，那就是已经在干坏事了，这干了多少年了？这俩是一回事吗？这和胡锦老师双标完全一样啊！胡锦老师对吧？这个俄罗斯啊炸乌克兰的电视台，他装作没看见，这是咱们央视新闻还报道了，但是胡锦老师居然没看见啊！伊朗的电视台被以色列刷了个大火箭，他在那哭爹喊娘，哎，问这还有国际法吗？总之啊，胡锦老师现在啊有那么一点兔死狐悲的这么意思啊，这个老朋友啊也越来越少。我也看了一下，反正这些正能量啊，挺谁死得快，挺的力度越大，也死的就越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